大家好，呢度係洛杉磯環資上網粵語頻道嘅移民話你知，感謝你收睇我哋今日嘅節目。喺個線上嘅依然係 Tina 好。好，各位環資上網語頻道網友大家好。今日 Tina 同大家嚟分享一下有關 H1B 嘅工作簽證，如果係你係延期嘅話，被拒絕應該點樣辦？因為我哋之前好似聽過H1B 嘅延期，其實喺之前都冇話咁嚴格，但係而家係咪整個趨勢或者係審查嘅呢個過程當中會比較麻煩呢？ H1B 延期其實好簡單嚇，其實係好簡單，但係我哋前年、大前年、再大前年、再大前年，其實都係100%會通過嘅。但係今年咧就係哇，唔知點解啊！近排呢幾個月咧，實在是即係唔想俾我哋好日子過，同埋移民局實在是太過。咁有咩理由咧？即係多嘅理由係點樣嘅咧？首先咧就係、我唔知而家移民局係咪發咗神經，真係好煩。其實咧就係、首先就係佢個時間比較長啦嚇，因為呢樣嘢首先就唔合理先嚇。點解咧？因為H1B 延期咧，我哋知道有幾種情況嘅。第一種情況咧就係話佢total 係6年啊嘛，咁有啲係過咗3年咁就再延3年啦。冇錯。咁有啲咧就係過咗6年，但係由於佢嘅140批咗，咁然後再去延期額外嘅3年，而等到提交456卡嘅嗰個 moment 嘅。係。咁再有啲咧就係話有啲特殊情況，譬如 Prom 批咗啊，咁去延期嘅。咁呢啲各樣啦。咁以往咧延期咧最早唔能夠提早超過6個月，即係換言之，你9月30號到期，咁你提早6個月嘅話咧，你就係3月30號開始提交啦。咁你遞交上去之後咧，一般嚟講，人哋係9月30號到期嘅話咧，咁有可能佢個 driver license 咁到期嘅。咁以往幾年咧，基本上有啲1個月好快批啦，有啲2-3個月啦，咁有啲最多3-4個月啦。咁近排咧就基本上8到10個月都未批。咁好啦，咁你因為人哋要等待呢一個 H1B 嘅批件去做工，又等待呢個 H1B 嘅批件去延期 driver license，有啲係出入境咁樣噶嘛。咁因為你延期過程當中，你就唔能夠捱出境嘅喎，咁人哋好多都要出差嚇。咁你 OK，你唔加急，咁而家唔加急嘅話咧，你就係一般係10個月都唔落嚟嘅。好啦，咁你一加急嘅話咧，佢個保件就嚟啦。佢嘅保件就嚟咧我哋近排嘅 H1B 延期，基本上一加急嘅話咧，佢個保件就嚟啦。咁保件就五花八門嘅基本上咧有啲就係出你4個標準即係嗰個4個叫做咩啊？叫做標準啦，可以講係4個即係你符合 H1B 嘅要求啦，包括你嘅job title，你嘅工作職位，佢係屬於專業技能嘅工作職位啦，包括佢嘅法律規定啊，包括僱主嘅聘用經驗啊，包括呢個行業嘅聘用經驗啊，包括佢嘅工作崗位係幾咁複雜，以至於一定要請一個本科人去勝任等等嚇。呢個我哋叫做 H1B 嘅專業技能嘅4個標準。咁 H1B 咧，你係必須要符合呢啲標準咧，先能夠證明呢一個工作崗位係一定需要本科以上嘅人佢先去勝任嘅。咁呢一啲咧，其實講老實説話嚇，因為咧你 H1B，譬如我哋延期咧，基本上嘅 title 工作崗位係唔會變嘅，工作職責係唔會變嘅，佢只不過係需要延期咁解嘅啫。咁你批准咗呢個 H1B，其實已經批准咗3年㗎啦。咁你3年都係攞呢一個 title 呢一個職責去工作嘅，因為係你移民局批准㗎嘛。咁而家要延期嘅時候咧，你倒翻轉頭嚟話俾你聽話，之前批准嘅我唔算數，或者係之前批准嘅唔能夠認為我以後就可以批准。咁以後你唔該你幫我證明一下呢一個崗位點解需要一，即係換言之咧，而家移民局喺 H1B 延期嘅當中咧，好有可能出一個之前 H1B 第一次申請你都唔會見到嘅保件，就係話你雖然呢個 H1B 已經3年啦，但係我而家都要你講下點解你呢個 H1B 係符合 H1B 嘅要求。如果係唔符合嘅話，點解你當時批我咧？移民局話我當時批你唔能夠代表我以後都會批你喎。即係佢而家好樂意地自打嘴巴。而雖然批咗你嘅 H1B， 但係我而家有可能唔批嘅噃。雖然你而家係按照同樣嘅工作崗位或者工作職責嘅話，我有可能會拒絕你嘅喎。咁但係呢樣嘢我即使打嘴巴都冇所謂嘅喎，因為之前邊個拜登總統批咗，而家我哋係新一任嘅川普總統，我而家唔一定俾你嘅。呢樣嘢咧就變咗係好即係好無語咯，因為移民局喺
當時其實係喺今年年頭啦，或者係舊年 H1B 其實先出咗一個比較嚴格嘅規定。佢其中有一點就係話，而家 H1B 其實係我哋之前都好多嘅視頻都講過，即係其實 H1B 係向住一個比較健康嘅即係健康嘅方向去發展嚇，唔會話即係會做一啲無用功啊，去話倒查之前嘅 H1B 啊，因為佢 H1B 以前職責已經係批准咗啦，唔會再倒查，唔會花人力物力去再去倒查啊咁樣嘅，因為人哋好多咧3年嘅 H1B 都喺美國啦，然後配偶咧子女咧甚至乎已經係安定落嚟啦，咁你而家再去倒查 H1B 嘅延期，其實有咩意義咧？因為你個 H1B 嘅職責同埋職位其實之前係已經定咗落嚟㗎啦。咁甚至乎咧，而家交咗呢個 H1B 延期上去咧，甚至乎都有收到 intent to deny 嘅。所以咧，呢種情況咧就係話非常之尷尬啦。非常之尷尬咧，咁就你去回覆呢個決定啦。但係回覆呢個決定嘅話咧，佢有可能都會出一個 notice of intent to deny，即係話我唔會批准你呢一個 H1B 啊。咁我唔理你 H1B 係咩情況都好啦。咁如果你係收到呢一個deny 嘅話咧，你都係要出境嘅。咁因為 H1B 咧，我哋啱啱講過啦，佢其實最早只能夠提早6個月先可以去申請啦。但係你而家移民局唔加急嘅話咧，基本上都會超過6個月。咁你都會超過6個月嘅當其時嘅話咧，你喺等待過程當中，其實你 H1B 延期係已經過咗嗰個日子㗎咯噃。咁你當然係有 H1B 有一個8個月有240日嘅嗰個 day， 即係換言之咧，你 H1B 延期嘅過程當中，你其實係呢度連喺美國工作8個月嘅。咁但係一旦你 H1B deny咗嘅情況，你好有可能就已經冇咗任何嘅 status， 咁你就會可能會收到個 NTA notice to appeal， 即係嗰個遞解出境令嘅前置程序。咁呢一個情況其實對於好多 H1B 延期嘅朋友嚟講咧，就相當之唔公平。點解咧？係因為我最早提早咗6個月申請，即使你係9月30號到期，我3月30號申請，但係你移民局有審查到咁慢，超過6個月之後，我加急啦，跟住你而家嚟咗一個巨大嘅保險，跟住話俾我聽，其實你當時嘅呢個職位咧，我當時雖然係拜登政府批咗俾你，但我認為呢個職位係唔啱嘅。嗰個職位其實唔符合 H1B 嘅規定嘅，唔該你同我去講一下點解你個 H1B 嘅 job title 你都係符合 H1B 嘅要求。其實呢樣嘢係對於僱主、僱員同埋律師事務所嚟講係一個幾大嘅一個問題。點解咧？係因為好多 H1B 嘅延期咧，其實喺以往10年8年咧都係一個相當順利嘅類別嘅延期簽證嚇，因為唔會話有啲乜嘢額外嘅工作又好，或者係額外嘅諗法都好，其實都係一個順理成章嘅事情，因為公司發展係正常。H1B 嘅 title 係冇變 ，duties 係冇變。公司我又按照你負責咁多去俾。咁而家你喺3年會話你一個話秋後算賬，咁就進行秋後算賬。咁所以咧，我認為而家目前嘅呢種狀態咧，並唔係話出現喺一個個別嘅情況，佢係受到咗最近移民局即係話好多要倒查之前川普拜登政府嘅時候嘅一啲濫發綠卡嘅情況，但係濫發綠卡咧並唔係話真係有假結婚啊，或者係一啲好馬虎嘅情況。H1B 我嘅批准咧，每一個 case 咧都係認認真真去批准而認認真真去通過，並唔係話有啲好馬虎啊、好乸西嘅現象。咁但係咧倒查嘅呢個情況咧，反而認為移民局目前咧有矯枉過正嘅態度喺度，因為咧發現佢即係一加急上去咧，即係譬如 H1B 延期下審理咗6個月、7個月、8個月都未消息，一加急上去咧，基本上千篇一律嘅保險就落嚟啦。呢種機率出現嘅機率可以講係90%，所以咧對於所有 H1B 延期嘅朋友嚟講咧，其實好唔公平嘅呢種狀態。咁所以咧有合理地懷疑咧，而家移民局嘅風氣咧，對於我嚟講係已經係唔係一種健康嘅心態，即係有好多係有矯枉過正，甚至乎係有啲係
有意而為之，即係可以講我哋之前咪講過話，會唔會有佢哋有任務在身KPI 啊之類咁嘅嘢。本來我係唔相信嘅，即係覺得係會唔會誣陷咗移民局啊？覺得移民局而家並冇覺得大家評論得咁錯咁差啊！佢哋其實都係認真去批准案件，但係而家從最近嘅一啲態度同埋最近嘅一啲一啲負面同埋濫發H1B 延期嘅保險嘅狀態嚟睇咧，其實移民局最近確實係有啲非常之唔公平同埋一啲揦渣嘅手段，非常之唔應該嘅。所以咧，每一位延期嘅朋友咧就係咁樣，即係有咩解決辦法咧？就係話如果延期過程當中其實盡早提交但係唔加急嘅，其實盡量唔好加急，因為我唔知道移民局係咪個風氣，會唔會過咗呢2個月就會好啲咧？咁希望啦反正我哋近排我哋加急嘅都唔係一啲好嘅現象嚟嘅，咁盡量如果唔加急嘅，盡量唔好加急啦。咁同埋咧，交上去嘅時間咧，大家可以睇睇H1B 嘅一啲保險嘅，即係唔係保險啊，即係喺網上交嘅一啲要求。因為其實咧喺網上交嘅時候咧，雖然係話佢容易令到案件去比較明顯地出現一啲錯誤嚇，因為咧 H1B 喺網上交嘅時候咧，移民局對於每一個 H1B 佢哋嘅一啲分類咧，其實分得好明顯嘅。即係譬如話第一個你需要upload 呢個僱主嘅情況啦。需要 upload 僱員嘅情況啦，需要 upload 僱員嘅一個勞動合同或者係工作關係嘅 offer 啦，需要 upload 僱員嘅呢一個qualification 啦，等等，其實佢有好詳細、好明確嘅分類嘅。咁如果你係上網 upload 材料嘅話咧，其實係對於移民局能夠正確或者係可能會減少呢個保險嘅發生咧，其實係有啲幫助。咁所以咧喺我哋嘅呢1-2個月嘅處理 H1B 延期嘅情況嚟講咧，所以俾大家嘅一少少建議就係話，如果能夠盡早嘅就係盡早最快6個月，咁你就第6個月嘅時候咧，提早去提交你嘅 H1B 嘅延期啦。即係盡量地唔好採用加急啦。如果非不得已嘅，咁盡量唔好出入境啦，因為而家出入境唔係咁理想嘅狀態其實盡量真係唔好出入境，因為出入境嘅話咧就會導致咗 H1B 延期可能要增加一啲不必要嘅麻煩等等甚至乎一加急上去咧就會收到咗乜嘢保險巨大嘅保險等等。咁同埋咧就係如果其實網上申請咧都有網上申請嘅好處，咁特別係喺案件比較強嘅情況下，其實網上申請咧都有佢嘅一啲好處，因為咧佢係比較清楚咁將移民局嘅一啲要求當你 upload 材料上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可以滿足佢啦。咁所以你從呢種角度嚟考慮嘅話咧，如果係文件比較齊全嘅話咧，其實係可以網上進行申請嘅。咁如果大家對於 H1B 延期嘅話咧，有任何問題可以諮詢翻你哋自己公司嘅律師事務所啦。咁然後等佢哋去俾一啲具體嘅意見俾到大家嘅。咁如果大家對於其他嘅移民有任何問題，或者工作簽證入籍有任何問題嘅話咧，可以留言俾資訊網啦。咁我哋喺下次節目裏邊咧會同大家繼續更新嘅。係，咁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俾 Tina 6262826868。咁我想問下 Tina， 而家嘅呢個 H1B 總體嚟講，你覺得係除咗延期呢個部分係比較艱難之外，即係申請嘅部分係咪會相對都係比較嚴格？其實我覺得移民局近排有少少唔係好正常咧，就係話佢並唔係話每一個移民官都係好嚴格，佢就會導致咗有一部分，譬如話OK 而家係4-5月份，有可能係因為我哋9月30號通常 H1B 到期啊嘛。咁係2023年submit 嘅朋友咧，而家2026年就係第一個3年到期，就係9月30號到期嘅基本上。咁所以3月30號咧都係延期 H1B 嘅高峰嚟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就加急咁樣。咁所以咧係出現喺4-5月份嘅時候，就 H1B 延期嘅時候加急嘅時候咧，佢受到嘅保險特別多。但係咧佢唔係話每一個H1B 都係審理得咁嚴格㗎噃。佢有啲咧佢submit上去嘅，譬如 H1 transfer佢唔使加急嘅話咧，佢有啲1個月佢就批㗎咯喎。所以咧，從呢種角度嚟睇咧，其實係好即係移民局嘅審理嘅
佢哋嘅方法啦，或者係佢哋本身移民官嘅素質同埋佢哋嘅水平咧係比較參差嘅。即係有啲咧佢就係唔知點解咧呢個案睇一睇咧，佢就甚至乎係冇加急佢就好快過，但係對於 H1 延期咧，佢就特別即係特別，反正係呢1-2個月裏邊咧就特別麻煩。咁我唔排除話其實移民官而家將所有嘅人工佢都放喺H1B 其他嘅角度，譬如 H1B 新提交啊 H1B transfer 啊，對於 H1B 延期嘅話咧，佢就冚唪唥交俾 AI。咁交俾 AI 嘅話，當然冇辦法，冇人可以同一個 AI 嘅眼睛嘅，因為佢係攞電腦嚟審案嘅話，你肯定係會有瑕疵，咁佢肯定係就遇到保險。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睇，唔排除係會有咁樣嘅一個評估同埋估算喺度。咁所以係咯。都係嗰句，如果係你嘅 H1B 真係遇到而家延期，或者係又係遇到同樣嘅一啲保件嘅話咧，都係希望要慎重即係慎重去對待下，因為保件嘅話出嚟有好大嘅保件，唔係話緊去補少少嘢咁樣嘅，所以冇錯。係咯，咁所以最近嘅朋友就係盡量唔好加急啦 H1 延期嘅話。係冇錯，咁所以都係多謝 Tina 同我哋嘅提醒啊。咁如果係延期嘅朋友，近排係有呢個動作嘅話，就要問翻你律師啦，咁搞清楚相關嘅一啲細節嚇，盡量可以更加嘅順利咁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好，今日係多謝 Tina 嚟到我哋嘅節目同大家分享，辛苦晒。多謝大家收睇，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